那选举过来，有人认为张善政副总统候选人有的是失言。其实，我觉得张善政院长透过这次选举也是在学习，能够给张善政院长一点点时间，他很多事情还是有保持赤子之心。张善政被质疑失言，你觉得他有失言吗？其实张善政院长可以看他整个成长的过程、学经历、整个职场的生涯，张院长他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人，也比较纯洁的人，长期从事土木、科技，还有在学校教书。那选举过来，有人认为张善政副总统候选人有的是失言。其实，我觉得张善政院长透过这次选举也是在学习，也要拜托所有的热心关爱我们的群众朋友，能够给张善政院长一点点时间，他很多事情还是有保持赤子之心，好吧？这一点我觉得我选择张善政院长来搭档，希望大家能够更多一点的肯定。如果有失言的部分或者不妥的，我相信他会自己修正，好吧？这样反而去金门，然后被取消，会不会觉得民航局就是掌握状况很强？民航局为什么会在远航突然宣布停飞的时候，民航局完全状况外？事实上，远航的停飞对很多民众来讲是非常不方便的，不是光金门，事实上很多大陆的台商以及国内的台生以及做生意的企业家等等，都会造成旅客的不方便。民航局显然一直都在状况外，我觉得相关单位应该要检讨，好不好？台东大输20万票，然后今年9月到12月，蔡英文来台东就有10次，然后是您的2倍多，你怎么看他们想要夺回台中的决心？我觉得蔡英文总统来台中10次、20次、50次、100次，我觉得中部人都不会满意的。事实上，蔡英文总统对中部人最对不起的就是能源政策。本来中台湾是台湾空气最美好的、空气最清新的，结果这几年民进党执政，能源政策错误，大量烧煤炭，不停的烧。中部几个县市的县市长为了防治空污，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，结果不停的台电来烧煤炭。现在我们的肺腺癌死亡率已经排名全亚洲第2，一年有1万人死于肺腺癌。身为总统，你来这里10次、20次有什么用？你应该对台湾中部地区所有的居民保证，一定要给我们中部地区一个干净的空气。我觉得政府重大的政策做得正确，比什么都重要，不是你来的次数多或者来的次数的少。简言之，民进党能源政策错误，完全对不起中部人。我觉得中部人一定会对民进党强烈抗议。市长，张善政。